10点左右，民进党立委雄雄冲入去。就你们在外面还利用警察，我们里面每个都是立委。国民党喷太白粉，嘛无法度挡民进党的人。就是酬庸。后来还修宪啊，还修宪啊。双方发来发去，8点主席台国民党立委无变样。拒绝酬庸，撤回陈局。国民党立委不满监委提名，伫昨下晡4点就退席立法院议场内面4个拢会使看到用青色油漆所喷的监委收容继续背书，所有出入口拢用椅仔挡条咧，搁绑锁啊甲铁链啊。我听讲警察捌拍算要冲入去。动用警察拿油压剪来剪这些铁链，你剪掉的是民意。刚起身，林为长蒋万安除了用铁链啊钉掉了以外，本来伫8点半党团的协商，国民党继续出声协商破局，10点半的谈话会嘛，因为被攻占，根本无法度进行。如果说做的这个不好的话，那上国际新闻，受损的是2300万人。有人会支持吗？这样的话，你国民党真的能够再站起来吗？这整个都是要理性来面对嘛。国民党本来话讲要占3天3暝，想不到较无24小时就失败啊。